群山围绕稻田，这样的世外桃源就在花莲富源村。村里大多都是老一辈的客家人。一冲都安落嚟嘅啦，都我北方嘞。安静的午后，客家阿婆拿起画笔作画，乐在其中。山下大人哦，也要我，啲路也咪隔壁人下啦吼，咧穷下的咧带我。画的多是生活经验，不过阿婆大多没读过书。他们形容刚开始画笔比锄头还要重。我你讲，压笔比压地头较重啦。我地头压起来唔免数字啊，压起来我就听下滚落去啊。你笔压来，你画图的时你爱数字，爱按哪样啊？那时候我也看到我们这边的阿婆们哈，我看到他们把这些孩子、孙子，送上学以后，就开始在等他们放学。所以我在路上常常看到这些阿婆们这边晃来晃去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所以我那时候找到一个我们的班长哈，就是刚刚过世还不到半年的这个陈凤妹班长，就问他们能不能组一个画班，大家来画画。你无看这个地方，画到笑哈哈，笑到嘴遐大空，你无看。回忆起当年参加的场景，阿婆们话匣子一开，聊不完。每到周二晚间，还有剧团课程，一开始就是大合唱。不管是闽南、外省、原住民，即使不是字，也都能唱客家歌。你看看我们的同学里面，就是各族的人都有啊。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你多少会讲一点闽南话，多少讲点客家话，多少讲一点阿美族的话，连布农族的话我们都会讲。不能有表情情绪肢体训练，老人家学得有模有样。曾经将过去阿婆的童养媳真实故事搬上舞台，阿婆们的演出赚人热泪。粉墨登场，阿婆演出自己的过去时光，也为现在的自己活出精彩人生。人生如戏，阿婆的半生清苦搬上舞台。戏如人生，阿婆的深刻体会染上画布。后山富源村浓浓客家情，渲染成我的感动时刻。